228事件起头，天马地磅私分案，到今已经经过74年啊。这个历史遗址是要安怎来保存呢？228国家纪念馆最近就办遗址特展，甲全台湾160个遗址，小解互民众了解。原来讲，历史就是咱的身躯边。 台北市南京西路的车来来去去，这间天马地磅1947年2月27发生私分案。当时专卖局查到一位负责人在咧遮卖私分，查执员唔若用枪讲伊的头壳，现场民众替伊抱不平，结果查执员转黑白开枪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，正做228事件的精神。查分人员甲没收的洋分带去咧车顶。 74档过去啊，228国家纪念馆特别伫咧馆内办遗址的展览，望咱了解身边的建物，伊的现在和过去。像即届，阮嘛甲规个城中区的过往甲228有关系地点拢写出来，就希望讲大家当去观察家己生活当中有啥物伫啥物所在拄到甲228有关系的地点。透过这个展览，会知影讲这历史的建物之前是啥物故事，甲 所发生的代志，会使做一个迄个连接。根据228国家纪念馆统计，全台湾有超过160个228遗址，其中台北有67大上多。228纪念馆副执行长吕兆冠表示，虽望政府对2000年开始扣历史档案，不过也有欠缺的所在。包括咱有真济受难者，伫228事件的时阵，互敌务安尼掠去失踪，到即马唔知伊的过程是安怎。 爱追求责任，嘛是政府的部门爱有一个态度，较安怎做。228国家纪念馆过去捌是台湾教育会馆和台湾省参议会，本身就记录台湾特别100年来的历史卡者，嘛是228的遗址。虽望岁月变迁，不过历史伫咧土地留落来的种种，嘛继续透过空间的保存，重新互记忆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